喂，阿力喺度計緊啲乜嘢啊？下晝個會你有冇準備好啦？虎哥，咪嘈住，我計緊數。我琴晚研究咗個重大嘅問題。咩問題啊？邊個編劇又拖稿咩？虎華哥，中美會談幾耐啊？啊？我講緊常州中美高層會談啊，全程2小時15分鐘，我用咗成晚去計，平均每個議題用咗16.875分鐘。如果按照8項議題嚟計嘅話，唉，你咁關心呢啲做乜？你又唔係外交部。唔係虎華哥，關鍵就係呢度2個國家10幾個部門講嘅係幾百億嘅貿易，全球局勢2小時15分鐘搞掂晒。但係你呢？上個星期工作室例會啊，就單討論工作室應咗禁止食辣條呢單嘢啊，就討論咗47分鐘。喂，呢個議題好嚴重喎！上次木瓜食辣條，整到成隻鍵盤都係紅油，啊，連藍牙都乸膠壞咗，點算？就係你呢種態度。你睇下人哋中美會談分歧咁大，立場咁硬，人哋布林肯同中方代表握手嗰陣啊，個笑容仲僵硬過啲臘腸。但係點樣啊？佢哋照樣高效，照樣推進。點解？因為佢哋明白一個道理。咩道理啊？呢個世界上只要有會開過超過2個鐘，就會開始有人亂噏嘢。咁你嘅意思即係，我提議從今日起，頭皮焚化工作室所有例會嚴格執行中美會談模式，議程表提前24小時發，每個議題嚴格限時，夠鐘即刻轉下一條。邊個超時發廢話，即刻靜音。啊，唔係，係停止佢嘅發言權。又真係有得諗喎！最近開會都開到我有啲想原地退休啦。上次阿雞分享佢隻貓便秘嘅心路歷程，都分享咗成半個鐘。就係咁，虎華哥，你試諗一下，如果我哋每個例會都慳1個鐘，一年就慳翻幾百個鐘出嚟。呢幾百個鐘攞嚟做咩唔得？寫多幾條爆款劇本，分分鐘就係下一個嘅阿媽的情書，下一個票房奇蹟啊！得啊！我哋今日下午嘅例會就討論呢個模式嘅可行性。醒啊，虎華哥！等等，但係關於呢個咁重要議題，我想簡單咁分開3個點去講。但係呢3個點當中呢，我覺得又有必要去分6個小點去作為推進。首先。